冷氣機找冷氣通，即日專業拆機資深技師，可靠快捷。想要安全又快捷地拆冷氣機，冷氣通提供即日專業拆冷氣機服務，由資深技師負責，快速可靠，不損設備，同時提供冷氣安裝、清洗、保養及維修等一站式服務。為何選擇冷氣通拆冷氣機服務？資深專業技師，經驗豐富，技師親自拆機，安全可靠，即日快速服務，即時安排技師上門，快速完成拆卸，設備安全保障，使用專業工具及方法，確保冷氣無損，透明合理收費，服務報價透明，絕無隱藏費用。實用技巧：拆冷氣機前要注意什麼？提前關閉電源，防止意外。拆卸前清理附近空間，確保作業方便。注意冷媒雪種處理，避免漏。拆機時妥善保護管路與配件。拆冷氣機常見問題 FAQ Q1 拆冷氣機需要多久？ A 一般約1小時左右完成，視乎冷氣型號及位置。Q2 拆機後可否再安裝使用？ A 可以，冷氣通提供即日安裝服務，拆卸後立即安裝。Q3 會否有額外收費？ A 不會，我們的報價透明，不設隱藏費用。Q4 拆機時是否安全？ A 有資深專業技師負責，過程絕對安全可靠。